坦洲嘅房價終於都係頂唔住啦。喺2025年12月，迎嚟咗一大批發展商降價搶跑出貨。喺過去嘅1-2年坦洲嘅房價咧相對比嚟講係比較穩嘅，反而珠海嘅樓價咧呢2年一路喺度調整緊。呢次終於都輪到坦洲降價啦。喺12月10號，坦洲嘅義駿半島打響降價第一槍，3期嘅35棟親貨，單價咧低至9000幾蚊，發展商仲送埋真裝修，之前一直賣緊12000嘅均價，所以咧喺短短嘅3日時間35棟剩低嘅30套房源咧全部親晒啦，9000幾10000蚊呢個價錢買坦洲嘅南部又係幾有性價比嘅。接住啦，喺12月16號晚黑，坦洲嘅裕豐文門同樣引嚟咗發展商親貨，單價低至10800，之前一直都係賣緊14500嘅價錢。我記得咧之前最高峰嗰時候係賣到2萬蚊一個方嘅，不過今次主要都係推出咗一啲尾貨單位，其他嘅房源都仲係要賣緊14000蚊左右。依家咧就剩低唔多啦，因為2日個時間都賣咗20幾套，剩低都係1、2樓嘅單位啦。雖然咧喺今年嘅5月份裕豐文門就爆出咗唔少負面嘅新聞啦，車位只賣不租，關鍵仲係要賣18萬一個，包括仲有呢個物業管理服務差嘅問題。但係咧只要價錢到位，始終都仲係有唔少人會買單嘅。仲有呢個朗詩新城依家年底推出咗6000幾蚊嘅單價，送埋真裝修，送埋全屋家私家電，成個坦洲最平嘅新樓盤啦。不過咧個位置同埋配套依家咧真係好尷尬，周邊乜嘢都冇，而且又唔係現樓，又係私人發展商。雖然個價錢咧係好平，不過各位都係要注意，當下買樓一定要多對比多了解，尤其係對樓盤嘅周邊環境以及配套嘅了解清楚。寧願咧係唔買，都千祈唔好買錯。